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外卖，聊一聊这个外卖骑手如果你经常点外卖，你很有可能会发现这个外卖女骑手越来越多，站在大街上那个骑着电动车飞奔的疾驰而过的女骑手是越来越多。如果你是刷这个社交媒体，刷短视频，也经常会刷到一些女骑手。打开这个小红书或者抖音，你搜索这个女骑手，总能刷到年轻女孩的分享，什么袋装跑单、电动车贴满卡通贴纸，文案里满是自由搞钱的轻松感，甚至还有很多女大学生送外卖，什么退役空姐送外卖，什么女模特送外卖，各种都有他们画着这个精致的妆容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跑单的经历。大家可以看个视频今天有事儿就跑了24单就下线了。今天以一个视频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是怎么开始跑单的，就是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的话呢，就是自己的电动车，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电动车后边呢带的是雨衣，然后带着一个支架。其次就是耳机，耳机是跑单途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其实我个人也平时比较爱戴耳机像这种分体的耳机。第一，它续航太短了，容易丢，像这种容易丢，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这种挂脖式的。第一，它音质好；第二，它降噪；再一个就是它不容易丢，挂在脖子上它不容易丢，就是你摘下来的时候，它磁吸它也不碍事儿，按键在这里也非常的方便，接打电话、调音量这边都可以。重点是它戴着不会累，就是你戴一天它都不会累。最后就是口罩，防晒手套，还有墨镜。墨镜我也离不了的，因为石家庄很脏嘛，有的时候拔一些东西会扎眼光，所以墨镜我也必不可少。再就是一定要选这种带防晒值的防晒衣，要不然你穿里面都会晒黑的。带防晒值的要好很多。其实电动车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自己有的话，可以先用自己电动车慢慢跑一跑，试一试。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能坚持下去，你再去跑就换去。不建议你刚上来就盲目的去买一辆电动车去跑单去，没有必要。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女骑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线上的这些女骑手真假难辨，但是线下走在街头或者小区里面给你送外卖的，送来吃的，很有可能就是一名女骑手。真正撑起外卖行业女性半边天的是另外一群女骑手，她们大多不会发社交媒体、朋友圈、抖音、小红书，不会留下痕迹也没有功夫给车贴这些装饰，一般的都是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袖口转到小臂，车筐里偶尔放着顺路买的青菜或孩子的作业本。等红灯的一会儿功夫他们会飞快地划开手机确认订单，绿灯一亮又消失在车流之中甚至还有的是背着孩子跑外卖的。这样的身影最近2年越来越常见，屡见不鲜曾经被认为或者叫默认为男性主产的外卖网约车行业正在悄悄变样，不是网红博主的体验式搞钱，而是中年妈妈们实打实的生存选择。那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真相呢？外卖女骑手越来越多，反映了一个什么经济现实呢？平台给出的数字也验证了大家的感觉美团研究院统计，2022年到2024年女骑手数量从51.7万涨到了70.1万，2年涨了近36%，就是女骑手2年增长了36%。同期2022年到2024年骑手数量增长多少呢？骑手数量只增长了19%，也就是女骑手增长的更快，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骑手行业，女骑手的增速深深跑赢了行业整体。不光是外卖网约车呢更是女司机涨得更快。滴滴数据更夸张，2023年国内女性网约车司机只有60万，2024年直接飙升至105万，一年就涨了75%。菜鸟2021年披露，女快递员同比增超20%，那是2021年这2年只多不少。这是平台给的数字揭示了女骑手对吧？这个叫高速增长。曾经有媒体也
也做过一个小调查，超过37%的人说经常看到女骑手，有60%的人说偶尔遇到。这个在口罩之前啊，你很难看到女骑手。而我们看到统计局啊提供的数据，今年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和去年持平。31个大城市失业率降了0.1个百分点，也就是显示啊就业总体稳定。但是啊，一边却是中年女性啊往外卖行业里挤，女骑手越来越多啊。每年啊1000万以上的大学生毕业，很多人一毕业就失业，找不到工作啊。而对35岁以上初高中学历的女性来说啊，稳定工作早就成了他们的奢侈品，甚至啊还出现孕妇送外卖的场景。根据国家统计局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统计监测报告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女性就业人员占比啊是逐年在增高啊。2024年根据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女性农民工占比从2023年的37.3%升至37.6%，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比达44.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数字就反映出女性啊逐渐的向粗活重活倾斜。在这个经济学里面啊，一个家庭不只要赚货币收入，就是工资，就是现金啊，还要赚非货币收益。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劳动支出，就是家务活，做饭、打扫卫生、带娃这些。它虽然没有这个现金收益啊，但这个也是家庭生产，也是产生价值啊。如果这个丈夫收入已经很高，那么妻子上班赚的工资啊，也就是货币收益啊，可能还比不上他不上班的隐性收益。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啊。这个如果他去上班只有4000块钱一个月，结果他家里要打扫，孩子要带，对吧？请个保姆恐怕要8000，那他跑去上班意义在哪里？也就是这个经济学里面有个规律啊，就是家庭收入与女性工作时间的关系啊。当家庭收入足够多的时候，女性的劳动时间是在下降的；当家庭收入减少的时候啊，那么女性的劳动时间就会在上升。当下啊，由于经济不是太好，家庭收入普遍都在下降，稳定的岗位在变少，所以外卖、网约车这些低门槛、变现快、日结，对吧？当天干当天就能拿到钱的工作，就变成了很多女性的退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变成了女骑手呢？也就是说啊，这2年新增的这些女骑手都是些什么人？社科院学者孙平长期研究外卖骑手和平台劳动，他给这些女骑手画了张清晰的画像。新增的女骑手都是些什么人呢？85%已婚，96.6%已育，72.8%要养未成年的孩子，平均年龄37岁，比男骑手大不少，学历多是初中、高中，体力和精力都不算巅峰。他们来跑外卖，大多不是想做，不是喜欢干外卖，而是不得不做。关键是2个，一个叫过渡，一个叫挤出。什么叫过渡呢？很多女骑手啊是抱着临时救急的心态来的。根据美团一项数据报告显示啊，31.6%的骑手是因为失业，所以暂时来送外卖。23.5%的骑手啊，他有过创业经历，创业失败。那么外卖这个事情啊，骑手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归宿啊，也不是什么职业，而是一个叫缓冲垫，就是暂时走投无路，那先干骑手赚点钱，有债的还债，没债的给孩子赚学费，或者是填饱肚子，再图以后。也就是说啊，把骑手把外卖这个当做一个临时救急的这么一个事情，干一天赚一天的钱。那什么叫挤出呢？挤出就是有更多的女性啊是被她传统的行业末位淘汰，或者是她不能适应，从原有的岗位、原有的行业里面被挤出来了，没地方去。以前吸纳女性的岗位正在慢慢消失，这个大家想一想啊，以前都是女性干的工作，现在没有了，这岗位没了。比如说吧，纺织女工，现在好像棉纺厂都没有了。再或者吧，对吧？这个以前线下经济啊，商场比较火爆的时候，那个导购是吧？每个那个服装店门口或者每个商店门口都有3、4个那个女导购啊，那都是女性啊。现在线下这个商场都已经倒闭了，怎么可能还有导购呢？对吧？以前卖服装的那都是女性，现在服装店也越来越少啊。所以你看啊，那就为这些女性提供的工作岗位它就没了。再说餐馆嘛，这2年餐馆是一年不如一年。本来餐馆的服务员、前台、领班，对吧？这个迎宾那都是女性、女孩子。也就是这个餐馆经济不好，效益不好，这些都要在裁呀。再加上对吧，全民社保，也就是说传统上面原本都是专门给女性提供的岗位，现在没有了，那他们只能去送外卖或者开网约车。但针对女性的岗位在减少，最先被抛弃的那肯定是年纪大的中年女性，对吧？就是年纪越大越容易被挤出去。根据这个家庭经济学逻辑啊，
经济好的时候，男人干制造业、建筑业这些高薪的活，女人管家里。经济收缩期，男人的行业先受冲击，收入降了，女人就得出来赚钱补缺口。这个事实上也是这样啊。以建筑业为例啊，以前一个农民工，对吧？他在工地上一天能赚300块，如果干专修的话，一天恐怕能赚500，一天500，那他老婆啊就不一定那么急迫要出来上班，出来上班也行，跟着后面这个给工地做饭，就是他上班并不那么急迫。但是现在这些建筑工地都没有了，这些男人啊，500一天的这个活也没了，哪有那么多专修呢？现在男人都在那个零工市场，比如北京的马驹桥，对吧？在那待一天能挣200就不错了，而且这还是说一个月平均下来啊，一天能有个200收入。有的时候今天赚400，明天就没有了，后天也没有，没活啊，变成零工。男人的行业啊先受冲击，收入一降，那没办法了，女人那就得出来工作，对吧？要补缺口啊。不光女的跑外卖，现在有男的也在抢这个传统意义上女性专属的工作，比如说男的干保洁，还有男的干护工，这些以前都是女性的工作啊。简单点说啊，就是经济在下行，就业压力啊要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不管男女，先把日子过下去再说。当然了，随着这些女性加入外卖行业，加入骑手行业，对吧？也给这个外卖或者骑手啊，或者送快递啊，物流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毕竟啊，这个物流外卖虽然它也是跟体力相关，风里来雨里去的，但又它现在又不全是拼体力，它跟工地那个搬砖又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啊，这个外卖行业过了拼体力的阶段，某种程度上呢，外卖行业更是在拼服务、拼智商。这个给女骑手们呢，就带来了一些便利和一些优势。毕竟涉及到服务啊，这个女骑手比男骑手就要天然的啊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细心，送餐送外卖洒漏的少，有耐心，客户投诉也少。根据这个 T3出行的数据显示啊，女司机5星好评率比男司机要高，开车稳，车内整洁是高评评价。女司机开的车啊，就网约车啊，一般的这个就是车内的这个气味，这个投诉非常少。男司机开的网约车，就很多人就根本坐不了。我记得以前就专门有报道啊，就网约车司机那个网约车为什么里面异味啊那么重，就是因为很多男司机在网约车里面过夜，他就在里面睡，然后这些男司机啊，他个人卫生也不讲究，当然他条件所限啊，好几天都不洗澡，所以那个网约车里面汗味、烟味混合着汽油味或者是其他的味道，对吧？胶皮味、脚臭味，时间长了那个味道都渗到那个内饰里面。那这一点女网约车司机就相对好多了。美团的数据显示啊，女骑手占比虽只有6%，但站点管理岗里女性超30%，她们往往能够提供更多的情绪劳动，这也是女骑手的优势之一。更重要的是啊，这份工作给了她们话语权。女骑手说啊，自己赚钱后，丈夫开始主动分担家务，单亲妈妈跑外卖攒了首付，带着孩子搬离了出租屋。以前他们是家庭主妇，现在是能赚钱的妈妈，腰杆硬了不少。当然了，女骑手也有其他的先天的这个劣势啊，有优势就有劣势啊。一个是夜间配送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生理期抗压能力等等啊。毕竟现在这个骑手啊都被困在那个算法里面，现在是人人送外卖啊，大学生送，985送，硕士送，博士送，空姐送，模特送。我最近还刷了一个健身博主啊，现在不健身了，因为健身不赚钱，改送外卖了，对吧？也骑上了他心爱的小电驴啊，开始送外卖。人人都去送外卖，实际上是经济不好的一个信号。都送外卖，谁吃呢？对吧？都开网约车，那谁做呢？但是啊，我们要从社会进步意义上来说啊，从社会文明程度来说，女性涌入传统的铁人三项，也就是外卖、快递、网约车，对女性来说这不是坏事，是数字经济啊，平台经济对社会分工、对家庭和市场多个层面啊开始重塑。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几十年，你就会发现女性离开男性是活不了的。你把时间往现代拉呢，你就会发现，对吧？随着时间的发展推移，女性是越来越独立，就是越来越可以离开男性，根本就不需要依附男性。你再差，你可以买个电动车去送外卖，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买，去租，很容易就自己把自己养活，自己养活自己，你就有叫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就有了人格独立。这就是咱们在节目里经常说的，女性呢越来越觉醒，女性的权益实际上它是在往上走的。那你反过来，对吧？你一对比的话，你就发现男性的权益它是往下走。当然这个你也可以说这是性别的这种叫
回归，它本来就应该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因为过去啊经济条件、社会这个风俗、人的意识，对吧？对女性那是压抑和摧残，女性她是财产，是男性的叫附属物。我们把这个男女的权益啊从0到100来标识的话，那男性啊这几十年来他的这个叫权益啊，或者他叫这个地位是从100往50在下降，而女性呢是从0或者是10向50上升，就这么一个过程。哎，这就是很多人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状，很多男性啊，所以他就会性别对立。而女性呢，因为她在上升，所以说她对男性也是不像以前，她就不以为然。以前是离开男性你活不了，现在是对吧？人家要独立，这个就是平台经济啊，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给予女性平权提供了一个基础。某种程度上呢，一个35岁的女性恐怕比35岁的男性更容易适应这个社会。只要放下身段，解放思想，对吧？35岁的男性能干的活，35岁女性都能干。但是35岁女性能干的活，35岁的男性你是干不了的，对吧？很多饭店招个前台，他就不招男的。很多这个银行大堂，银行那个大堂都是外包的啊。很多在大堂转悠的那穿着制服，他不一定是银行员工啊，有很多都是外包的啊。那人家就不招男的，招女的。当然了，也有招男的啊。过去啊，男性这个专享工作，比如小区保安，人现在对吧？小区保安也招女的。以前那个卡车司机、货车司机跑长途，这个一般都是男性专属。但现在你看啊，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长途、开大货车。随着社会的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纯体力活本来就在减少，对吧？女性跟男性比起来，无非就是体力上面稍微占点劣势。但是随着经济、随着技术发展，这种纯体力活本来就没有了。开大货车，对吧？过去是个很辛苦的活，现在对吧也没那么辛苦，到处都是高速，有导航，对吧？修车也不需要你自己修，各种服务配套都比较完善。说这什么意思呢？男的35岁失业，那基本上啊压力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对立啊，它就有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和环境。所以网上稍微有点热点事件一煽动，马上就变成男女互相攻击。总之啊，女外卖骑手越来越多，反映的是经济啊低迷，就业难。第二个啊，我们传统的家庭伦理、社会结构啊，面临着再一次重构。但这些女性啊，骑上她的小电驴啊，不是送外卖那么简单，实际上标志着啊，这更加独立、更加自由，因为她会发现啊，离了谁，她都能活下去，她可以不依附于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组织。我们最近天天聊《红楼梦》，《红楼梦》里面的那些女性啊，奇女子，个个都非常，对吧？性格鲜明，个个都这个各有风采吧。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离开了贾府，她都活不了，她只能依附于这个贾府这个男权社会。林黛玉天天哀叹她爸死得早，天天哀叹她没个哥哥，为什么？王熙凤再厉害、再泼辣、再呼风唤雨，对吧？一旦贾琏把她休了，她就是死路一条，就这么残酷。如果放在现在，王熙凤被休了，王熙凤她完全可以买个小电驴啊，如果她钱多的话啊，她可以买个比亚迪开网约车，钱少她可以买个雅迪，对吧？送外卖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